而这个郭台铭退出到国民党了后，总统大选三卡都的态势是愈来愈明朗。今仔日有2份的民调出炉，蔡英文拢排第一，韩国瑜甲郭台铭2个人的民调差一丝啊。三下都愈来愈明朗，相信的民调出炉，现任的总统蔡英文以31%排第1名，第2名韩国瑜甲郭台铭2个人只差4%。两花政策协会民调，蔡英文阁愈悬，韩国瑜甲郭台铭2个人的差距只有差3.5%，竞争真激烈。参选人的强项嘛拢无共，国防的能力蔡英文尚被看好，超过其他2个。经济能力看好度是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上悬，赢蔡英文1%。中间选民也特别看好郭台铭在经济能力的表现，所以我觉得如果郭台铭真的出来参选，他应该要猛打经济牌，这是对他最有利的一个议题。选前村最后4个月数字当然也会变化，就看什么人会当抢到上侪民心。台湾机关促进会在8月针对难民法甲矿业法询问各政党立法或者是修法的看法，小党的回应颠倒比2大党较周全，认为哪里总统参选人无回应。竟然对于人权的议题是这么样的一个漠视，这么样的一个不屑于去回答人权团体的提问哦。选战毕竟袂当干那有这喙烂战，针对人民关心的各项议题，嘛会考验到什么人的政策，民众上会当接受。